好多嘅大公司啦，都會知道，如果你喺 Russell Group 嘅大學出嚟，佢哋一定係會聽過，大大就增加咧你揾到工作嘅機會啦。另外啦，如果你揀大學淨係揀 Russell Group 大學啱唔啱呢？啱嘅，不過你都會 miss out 咗啦一啲比較好嘅大學。另外一個同學仔更加咧係64分 UCAS point 就可以咧入去一間英國嘅名牌 Russell Group 去讀心理學啦。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升學界發姐 channel， 我係 Eve， 啱啱咧就過咗2026年嘅 A Level Results Day， 好多嘅學生咧可能 miss 咗你嘅 G5 嘅一啲 offer 啦，家長就會問你有啲咩學校可以介紹俾我啊？我哋咧通常就話不如試下 Russell Group 嘅 uni 啦。原來啲家長係未聽過 Russell Group 嘅喎，所以今日我哋就會介紹點解有一批英國嘅大學叫 Russell Group 呢。如果大家咧想知道多啲呢類型嘅英國教育資訊，記得 CLS 翻我哋嘅 channel 啦。英國嘅 Russell Group 咧就大概1994年成立嘅，包括咗24間嘅大學，大家合埋一齊咧，為自己去爭取翻一啲政府同埋大學嘅政策，一啲研究方向咧，都係呢個 Russell Group 嘅主旨嚟嘅，就幾似美國嘅 Ivy League， 聽就知係好大學啦，好多嘅學校啦，除咗佢會話俾你知牛津劍橋嘅入學率啦，都會同你講究竟佢哋有幾多嘅學生嚟入咗 Russell Group 嘅喎。我哋英國嘅王妃 Kate Middleton， 佢嘅母校 Marlborough College 就公布咗，佢哋就有84% 嘅學生係入到 Russell Group。花姐讀俾你聽咧，究竟有邊24間大學係喺呢個 Russell Group 排名不分先後，只係用 A to Z 排，就係 Birmingham、Bristol、Cambridge同埋 York。當然你一定係聽過，譬如話牛津、劍橋、Warwick 之類。有兩間咧，我都覺得咧好多嘅家長咧未聽過 Glasgow 啦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都係喺北愛裏邊咧，都係一個非常有名氣嘅大學㗎。而好多嘅香港家長咧都好中意用 QS 排名，因為香港啲大學喺前啊嘛。我要 QS 排名100嘅大學，大部分 Russell Group 嘅大學咧都入到 QS 排名100裏邊嘅英國大學，所以證明咧其實 Russell Group 嘅大學全部就係英國名牌大學啦。究竟咧入 Russell Group 嘅學校有啲乜嘢好？第一個原因，佢哋嘅名咧絕對係喺香港甚至係國際認可嘅。好多嘅大公司啦都會知道，如果你喺 Russell Group 嘅大學出嚟，佢哋一定係會聽過，大大就增加咧你揾到工作嘅機會啦。尤其是你係會回流翻嚟香港嘅話咧，大家可以考慮咧目標都放喺 Russell Group 大學。第二啦就係 Russell Group 嘅大學咧財政啦，甚至乎佢哋嘅 research 咧，都係比其他大學都係好㗎。UCL 啦，就佢哋接近咧40% 嘅錢啊，都係咧由 research funding 嚟嘅。所以如果咧你係一位諗住嚟英國揾一份研究工作或者想做 PhD 嘅學生咧，亦都比較應該針對呢一啲 Russell Group 大學去揾你嘅機會啦。第三啦，就係佢哋嘅畢業生網絡啦，喺邊間學校畢業啦，真係非常之重要嘅。好多時你嘅師兄師姐或者你嘅校友會喺你嘅工作上面咧更加有幫助。譬如話啦 ，Bristol 嘅學生會咧其實係非常活躍嘅喎，只要有教授嚟香港啦，佢哋咧都會招待，亦都時不時咧都會有活動嘅。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下每一間 Russell Group 嘅大學嘅香港校友會啦。讀呢啲 Russell Group 大學有冇佢冇咁好嘅地方呢？都係有嘅。我成日最近都提大家咧，教學質素。由於 Russell Group 嘅大學咧，主要都係 focus 翻喺研究方面，所以咧佢哋嘅教學質素咧係唔係咁平均嘅。我都係睇 Ryan 仔度聽翻嚟嘅咋。如果你係一個好需要咧有一個老師去教你嘅學生，就算你去到大學，老師咧其實
實都會係 expect 你自己做一啲自主研究啦，你就要睇下每一間嘅大學嘅教學係咪適合你啦。另外啦，如果你揀大學淨係揀 Russell Group 大學啱唔啱呢？啱嘅，不過你都會 miss out 咗啦一啲比較好嘅大學 ，Kate Middleton 同埋威廉王子畢業嘅 St Andrews University。而家呢，如果你想讀物理治療或者 Sports Science， 應該全英國最好嘅 Loughborough， 仲有好多香港人中意嘅 Bath 巴士大學啦，呢3間都唔係 Russell Group 大學裏邊嘅喎。如果我因為佢哋唔喺 Russell Group 大學裏邊而剔除佢嘅話呢，可能就有啲可惜啦。第三嘅生活指數咧都係比較貴嘅。Russell Group 大學咧通常咧都已經係成立咗係好多年嘅，城市咧發展得比較大啦，尤其是嗰啲喺倫敦嘅 Russell Group 大學，譬如 King's 啊、Queen Mary 等等啦，尤其是住宿，而家平均啊喺倫敦嘅住宿咧都要起碼350磅以上一個月，點都要咧係15000蚊港紙以上咧先租到一個學生宿舍噶。如果咧你嘅錢咧比較緊張嘅話咧，可能就要做多啲 research， 究竟邊一間 Russell Group 大學先至適合你嘅預算啦。好多家長咧都會嚟問花姐邊一間大學讀呢一科好唔好啊？我就好簡單俾一個花姐嘅推介，根據以下嘅科目咧，我會推薦你去揀呢幾間嘅 Russell Group 大學㗎。第一就係 Business and Finance， 有3個都係比較好嘅選擇 ，LSE、Warwick 同埋 Manchester。Manchester 嘅 Business School 咧就叫 Alliance Manchester Business School， 都係咧咁多間 Russell Group 裏邊咧唯一有3個唔同嘅認證。第二位就係 STEM 同埋 Engineering， 當然咧就係有 Cambridge、Imperial， 之後咧就有 Bristol 同埋 Southampton。Bristol 同埋 Southampton 咧佢哋嘅 Engineering 咧都算係非常好㗎。我好多學生啦，因為Aerospace Engineering 都會揀 Bristol 同埋 Southampton 呢2間大學㗎。咁去到 law 啦，當然呢就係牛津劍橋 UCL、KCL 同埋 Durham 啦。如果你想回流翻香港嘅話啦，你仲要讀一個 PCLL 嘅 course 㗎。如果咧你喺呢幾間大學畢業嘅話咧，聽聞咧佢哋嘅入學率比較高㗎。有幾間嘅 Russell Group 學校啦，亦都有同香港嘅大學合作做一個 New Degree 嘅課程，即係話你兩邊咧都可以考到律師牌啦。最後 architecture 啦，就係 UCL、Newcastle 同埋 Sheffield 啦。UCL 嘅 Bartlett School 咧就非常出名，而家 Newcastle 嘅城市規劃啦係做得非常好，佢嘅 architecture 嘅 lab 咧亦都係比較多資源㗎。而 Sheffield 嘅話咧，原來佢嘅 architecture school 咧亦都係英國咧一路保持咧係頭3名㗎喎。佢哋對於學生啦自己去親自去體驗去做呢個 architecture project 咧係比較專注㗎，咁所以以上就係花姐嘅推介啦。入學要求係點啦？如果你係香港直接考 DSE 嘅學生，主要都睇你嘅 Best 3 subject， 一般需要5星55，而最低咧都係444咧，先至會入到 Russell Group 嘅學校嘅。Compulsory subject 中英數咧，通常只要係3分都可以。A level 主要咧就睇你嘅科目，咁由 A 升 AA 啦，至到 A、B、B 不等嘅。如果你係 IB 嘅同學仔咧 ，Russell Group 嘅大學咧，大部分咧都係收34至到42分㗎。每一個科目咧，其實佢哋嘅要求唔同，可能咧同一間大學咧會出現一個好低同埋好高嘅入學要求㗎。自己咧去睇翻你希望就讀嘅 Russell Group 啦嘅科目 IELTS 成績，大部分嘅 Russell Group 學校咧都需要你6.5嘅 IELTS 成績嘅。花姐啊！不過咧，我聽隔離陳太個女佢好低成績都入到間 Russell Group 嘅喎，係咪真？嗰樣嘢就叫 foundation 啦。如果你嘅成績咧未達到佢哋要求，亦都可以考慮用 foundation course 去入 Russell Group 嘅大學。咁根據我哋今年嘅實戰結果，最低嘅入學要求係 DDE 入到咧一個 Russell Group foundation， 仲要係讀 science 嘅喎。另外一個同學仔更加咧係64分 UCAS point 就可以咧入去一間英國嘅名牌 Russell Group 去讀心理學啦。64分 UCAS point， 如果咧你淨係考2科 A level， 即係2個 C。如果你喺3科 A level，
就係 DDE。如果你考咗4科 A level 就係4條 E 就可以入到 Russell Group Foundation Course。呢類型嘅 Foundation Course 好多時嘅合格分數啦，都係要50分以上㗎。以上就係咧今次咧關於 Russell Group 嘅簡介啦。放榜嗰幾日啦，其實收到大量嘅 enquiry， 好多爸爸媽媽咧都會有問點解你會推薦呢間大學？咁當我哋話 Russell Group 喎，好多人就話未聽過喎，所以咧就啟發咗我做今次嘅 episode 啦。如果你係需要2027年嘅大學諮詢服務啦，我哋仲招緊生㗎，咁大家啦記得 WhatsApp 翻我哋，下一集見，拜拜。通常 foundation 咧就唔係我，就直接咧就係 Chloe 姐就係管嘅。咁我就問阿 Chloe 同埋 Heidi 啦，究竟咧今年嘅 foundation 收幾多？咁跟住咧佢哋就將我哋一堆學生咧嘅收到嘅 offer letter 就俾晒我睇，我簡直係好驚嚇，因為有一間啦，佢已經係收 CDD Biomed 啦，DDE 都收啦，甚至乎啱啱所講嘅 UCAS 64分啦，我哋有機會係真係鋼琴都有，你亦都申請得早咧，真係入到嘅。咁所以咧，所有嘅嘢都係要做 research。